也这很当心暗头一个。主爱上主，伫这个厝所行的日子，阮兄弟负责伫你的圣殿敬拜。阮要来开嘴而乐，大声欢呼。上主，你真伟大，你是全能的上帝。阮要将一切荣耀归予你。你是超乎万民的大主宰，你的作为是全然美善甲奇妙。阮天上地话拢是你的，阮的性命也是你的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上主圣神甲阮基地，互阮有满足的平安甲喜乐。伫生活中也守住阮有够业的恩典。这个主日是夫妇团契纪念主日，感谢上主这个团契活动。来开阔阮的心，伫团契中用主耶稣的疼、兄弟互相关怀、安慰，无比敌、无轻看，彼此勉励、彼此造就，互阮的灵命成长，成做主意来的门徒甲饼仪。纵是世界拢有对撒旦魔鬼来的诱惑，求主加添阮的信心甲智慧，来对抗这的迫害甲引诱。互阮有份伫基督里，尊主最大，成做主合定的器皿。阮也要来为兄弟厝内也未认捌主的亲人，将因的负担放伫阮心内面，来为因祈祷。有信心搁一次呼召因，感动因，温暖因的内心，互因心内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三位一体的主上帝。愿咱的感谢、祈祷、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这时，咱要来三角启应，启应文第27篇。启应文第27篇。要称赞上主。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统合万国。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？伊对仁爱体恤善食人，互因甲贵族摆做伙，伊互未生的有钱人有大家庭。